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23，诗篇107篇第9节安尼讲：因为伊互迫切羡慕的心得到知足，互夭餓的心得到好味夠飽。三甲来祈禱，互阮的心得到飽足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滿有憐憫甲慈愛的天父，因為你對阮的苦境中救贖阮出來。主啊！你是至善至好，閣是為着阮行奇事的天父，因為阮佇苦難中哀求你，你就對阮的患難中牽救阮，因為你的慈愛。甲你為着世間人所做的奇事，阮攏要來稱讚你至聖的名。主啊！你是阮活命甲得福的源頭，阮心慕愛要得到你。因為有你，就有滿足的喜樂。主啊！世上一切攏無法度取代你，因為你就是阮的一切所有。阮要迫切羨慕你，來得到滿足，也要因為你，互阮夭餓的心通得到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迫切羨慕伊，伊就要互咱的心得到飽足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